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经验？夜深了，时钟已经指向11点，整个社区都安静下来，但您却还拿着手机，一条又一条讯息看不完，或是电视声音还在响，剧情一集接一集，等到终于关掉荧幕，才发现时间已经过了半夜，眼睛却依然睁得大大的，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资料，台湾约有1/3 65岁以上的长辈经常受到失眠或睡眠品质不佳的困扰，睡前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就是其中一个常见的原因。原本只是想陪伴自己一下，但蓝光和声光刺激却让大脑保持清醒，导致整夜难以休息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医师，行医30多年，长期在社区门诊照顾长辈。我很清楚，对许多人来说，手机和电视不只是娱乐，更像夜里的朋友。但我也一次又一次看到，他们悄悄夺走了本来应该属于您的好眠。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随时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。如果觉得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；若觉得没有帮助，请输入0。请您一定看到影片最后，我会分享一个简单的小秘诀，让您即使不完全放下手机或电视，也能比较容易入睡。接下来就让我带您认识一位住在台北的68岁长辈，他原本也认为睡前看一会儿电视没什么，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，让他彻底改变了想法。在台北有一位68岁的陈伯伯，退休后他的生活虽然不算繁忙，但夜晚总觉得孤单，于是每天睡前他都会开着电视或者拿起手机滑个不停。刚开始他觉得只是打发时间，不会有什么影响，慢慢的他发现自己愈来愈难入睡，以往10几分钟就能合眼，如今却常常翻来覆去1个多小时，早晨起来整个人昏沉沉的，走路也没有精神。他心里安慰自己，没关系，白天多休息就好了。但状况并没有改善，反而愈来愈严重。有一次他在家里准备早餐，却突然忘记自己是否已经吃过药，这样的情况让他开始不安。最严重的一次是他因为前一晚熬夜追剧，隔天搭公车时精神恍惚，下车时脚步一滑，差点跌倒，幸好有乘客及时拉住，才避免受伤。当时他的心脏砰砰直跳，心里冒出一个疑问，只是睡前看看电视，滑滑手机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份惊恐让他久久不能平复。各位朋友，您是否也曾因为睡不好而在白天感到头晕、精神不济？当这些情况反复出现时，背后代表的或许不只是老了，而是健康正在受到荧幕习惯的威胁。许多年长朋友在睡前滑手机、看电视，往往觉得只是陪伴自己，但这样的习惯却会直接打乱身体的生理时钟。我们的身体有一个自然的节律，会告诉大脑现在该睡觉了。当光线变暗时，大脑就会分泌褪黑激素，帮助我们进入睡眠。然而，手机与电视荧幕所释放的蓝光却会让大脑误以为白天还没结束，于是褪黑激素分泌减少，身体保持清醒，想睡却睡不着。在诊间里，不少长辈常跟我说，明明很累，但躺下来就是翻来覆去。其实这不是单纯因为紧张或想太多，而是长期让蓝光干扰了大脑，导致入睡机制无法正常运作。当晚上睡不着，白天自然精神不佳，白天昏沉又会瘾，想到活动与情绪，晚上反而更想依赖荧幕来消磨时间，最后形成恶性循环。久而久之，日夜颠倒，生理时钟彻底失去准确度。
各位朋友，如果您发现自己常常越滑手机越清醒，越看电视越精神，结果直到半夜还睡不着，这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生理时钟已经被打乱了。当长期缺乏高品质的睡眠时，大脑就无法好好休息。最明显的后果之一就是记忆力与专注力的下降。不少长辈在门诊告诉我，他们经常忘记事情，有时候明明刚吃过药，转眼间却怀疑自己是否漏服；有时候与朋友约好时间，临近时却完全不记得。这些状况不仅让自己心慌，也可能对健康带来严重后果。研究显示，大脑需要在深层睡眠的过程中整理白天接收到的讯息，如果这个过程被打断，短期记忆就会混乱，长者就容易出现健忘、反应变慢的情况。许多人误以为这只是老化，其实往往与长期睡眠不足有关。除了记忆力减退，专注力也会受到影响。当脑袋无法集中时，日常活动会变得更危险。从开瓦斯煮饭到过马路，如果注意力分散，都可能发生意外。这些都不是小事，而是睡眠不足留下的隐患。在这里，我想邀请您停下来想一想，您是否也曾因为滑手机、看电视太晚，隔天出现健忘或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？如果有，请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经验。这不仅能提醒自己，也能让更多朋友一起正视这个问题。晚上滑手机或看电视，本来只是想打发时间，但却让大脑持续处于兴奋状态。当应该进入休息的时候，脑袋却被不断的讯息、声光刺激干扰，情绪自然无法安定。缺乏深度睡眠会使大脑调节情绪的能力下降。很多人原本可以轻松面对的小事，现在却容易感到烦躁，原本期待的活动却逐渐失去兴趣。这不是单纯的疲倦，而是睡眠不足在影响心理状态。在门诊中，我常看到因为睡不好而变得沉默的长者，他们不太愿意参加社区活动，也减少与朋友互动。这种社交退缩会进一步加重孤单感，让心情更低落，久而久之，甚至可能演变成忧郁或焦虑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情绪困扰不只是心理问题。医学研究指出，长期睡眠不足的人，血压更容易升高，慢性病控制也比较不稳定。这代表，当情绪受到影响时，身体健康同时也在承受压力。各位朋友，如果您最近经常觉得心情低落、提不起劲，请不要轻忽，这很可能与睡眠品质有关，而不是单纯的年纪大了。睡眠不足不只影响大脑和情绪，对心血管系统更是一种长期压力。当人长时煎熬夜或难以入睡时，交感神经会保持在兴奋状态，这会让血压偏高，心跳比平常更快。偶尔一次也许影响不大，但如果经常如此，血管长期紧绷就会埋下危险。在临床上，许多失眠的病人同时也有高血压的问题，即使规律服药，血压仍然不容易控制。这表示单靠药物并不足够，睡眠品质差本身就是让血压升高的重要原因。心脏在这种状态下需要更用力的工作，长期下来会增加心脏肥厚和心肌缺血的风险，同时血管也因为长期承受高压而逐渐变硬，容易阻塞或破裂。这就是为什么睡眠不足与中风、心肌梗塞的风险息息相关。对年纪渐长的朋友来说，血管弹性下降本来就比年轻人脆弱，如果再加上长期的睡眠不足，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就更高。很多时候，这些变化没有立即症状，往往是在例行检查或突发事件中才被发现。各位朋友，如果您本身已经有高血压或心脏病，而又经常因为滑手机、看电视而牺牲睡眠，那就特别要小心，因为这样的习惯可能正一步步增加心血管的负担。到目前为止，
我们看到睡眠不足带来的各种问题，其实都来自同一个核心。当夜晚的睡眠被电子产品干扰，大脑与身体失去了应有的休息，整体运作就会逐步失衡。首先，生理时钟被打乱，蓝光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，让大脑误以为仍在白天，导致难以入睡。当夜晚不能休息，白天就会疲倦，日夜循环，失去规律。其次，大脑修复功能受阻，缺乏深层睡眠，短期记忆与专注力下降，容易健忘，做事不专心，甚至可能造成日常危险。第三，情绪调节能力下降，没有足够的睡眠，大脑里负责平衡，情绪的系统无法正常运作，使人更容易感到低落、孤单，甚至演变为忧郁或焦虑。最后，心血管承受过度压力，交感神经长时间兴奋，血压升高，心脏与血管被迫超负荷工作。这些变化在短期内可能不明显，但长期下来就会增加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。换句话说，失眠并不是单一的困扰，而是一连串连锁反应的起点，从大脑到心理，再到心血管，每个系统都受到影响。当这些问题彼此交叠时，健康就会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逐渐恶化。各位朋友，如果您经常觉得晚上睡不好，不要只是当作小毛病，因为这背后可能代表整个身体正在承受压力、睡眠不足带来的影响，并不是单独存在的，而是会互相叠加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当生理时钟被打乱，晚上难以入睡，白天自然精神不佳，精神不佳导致记忆力下降，专注力不足，生活出现混乱，情绪因此变得低落或焦躁。许多人又更加依赖手机和电视来排解孤单，结果睡眠品质进一步恶化。这样的恶性循环会让问题一环扣一环，大脑无法整理资讯，记忆力越来越差，心情不稳定，生活动力减少，心血管承受压力，血压逐渐升高。这些变化同时进行，让身体处于持续的负担中。在临床上，我常看到长辈因为这样的循环而感到无力，他们原本只是偶尔失眠，但慢慢的变成几乎每天都睡不好。等到真正出现健康危机时，往往已经拖了很久。各位朋友，您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经验？晚上睡不好，隔天精神不佳，情绪低落，又忍不住再度拿起手机或打开电视。这样的情况重复发生，其实就是身体在发出警讯。请您不妨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经验，这将成为您开始调整的重要提醒。让我们再回到陈伯伯的故事。自从那次在公车上差一点跌倒后，他的心情一直难以平复。以往他总觉得自己睡不好只是年纪大了的自然现象，没想到竟然会危及日常安全。这让他第一次意识到，睡眠问题已经不只是小困扰，而是可能带来严重后果。几天以来，他开始对自己的状况多了一份警觉，白天的疲倦、记忆力下降、偶尔的头晕，这些过去被忽视的小细节，如今都让他更加在意。他明白，这些并不是偶然，而是身体不断发出的讯号。虽然失眠的情况依旧存在，但陈伯伯的态度不再和从前一样，他不再用只是小问题来安慰自己，而是承认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健康警讯。这样的转变让他从无奈中慢慢找回一点掌控感。比起之前的焦躁与忽视，他现在多了一份清楚的认知，这个问题不能再轻视。虽然他还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，但心里已经不再那么孤单，因为他知道许多同龄人也正面临同样的挑战。各位朋友，当我们对困扰有了新的理解时，心境也会随之改变。或许问题仍在，但能意识到它的严重性，
本身就是迈向改善的重要一步。看到这里，我想把最重要的几个原则整理在各位朋友。这些方法并不复杂，只要坚持就能帮助睡眠逐渐改善。第一，限制睡前荧幕使用，在就寝前1到2小时，尽量避免手机与电视，让大脑逐渐进入休息状态，这是调整生理时钟的第一步。第二，维持规律作息，每天在相近的时间上床与起床，能帮助身体重新建立稳定的节律。长者若能养成习惯，白天精神会比较清楚，晚上也较容易入睡。第三，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，卧室应保持安静、昏暗与舒适，避免强光与嘈杂干扰，尽量不要在床上使用手机或看电视，让大脑建立上床就是睡觉的条件反射。第四，留意身体状况，若本身有慢性病或正在服药，务必与医师讨论，排除其他可能影响睡眠的因素。这些原则简单明确，却往往被忽视。只要逐步落实，就能减轻失眠带来的影响，也能保护心血管与大脑功能。各位朋友，请记住，改善睡眠并不需要一步到位，而是从一个小小的改变开始。在下一段的结尾，我会分享一个特别的小秘诀，帮助您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些原则。各位朋友，我知道要改变几十年的习惯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许多人觉得晚上不看电视、不滑手机，心里反而空落落的。这种感觉我完全理解，但请相信我，每一点睡眠的改善都是在替您的健康加分。我们今天谈到的重点其实很简单，睡前过多的荧幕使用会打乱生理时钟，让大脑无法休息，情绪受影响，心血管也承受压力。这些问题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日复一日累积的结果。在这里，我想送给您一个小秘诀，睡前把手机放在卧室外面充电。这么做不需要额外的努力，却能自然避免半夜滑手机的诱惑，让身体更快进入休息状态。这是一个小小的动作，但对睡眠品质会有很大的帮助。能够一起守护健康，比什么都珍贵。如果这段影片对您有帮助，邀请您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更希望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关心能传得更远。本影片仅供一般健康参考，不能取代医师的诊断与治疗。如有疑虑，请务必向医师或药师咨询。祝福大家每一个夜晚都能安心入睡，把健康平安带在身边。